即馬為着要來應付這食毒塞車，交通部是來宣布短期甲中期的修法，包括着增加吊銷駕照的新制。這拒絕檢測罰款呢是會提懸到27萬，若準是每一屆攏拒絕檢測，安尼就逐屆攏閣再加罰18萬塊。另外也會研議對這食毒的人有方性吊扣吊銷駕照。自用車佇高雄左營花下路詹子路路口弄紅燈，警方爛早駕駛顛倒時加速要走。下車哦！佮向前向後弄警方甲停佇路邊的車輛，尾手也是互警方抓落來。駕駛姓洪的查甫甲車內姓林的查某攏帶轉去調查，車內有裝着毒品，駕駛毒品喙暖塊胎是陽性反應。警方於車內查獲安非他命、依托咪子、菸油、哈密瓜錠及毒品咖啡包等證物，全案依妨礙公務及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偵辦。違法毒駕弄紅燈佮逆向查甫人上懸可處新台票127200塊罰款。民代顯出這幾年的數據，毒駕甲機測案件攏一直增加，為112年的747件，暴增到114年的8019件，而且較啉3成攏是累犯，要求交通部愛嚴管。累犯的部分，第一，我們罰則無上限，累加上去哈。第二，因為他只要犯了一次，他必然就是無照。無照繼續開車，他的罰則我們也會加重，不會像一般的無照駕駛，他會加得更重。沒入車輛的部分，我們現在也在做這方面的研議。交通部回應，當地研議規劃毒駕加嚴管理措施，包含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增加吊銷駕駛執照，佮停止考照3檔，另外提懸毒駕機測的罰鍰。頭一擺機測直接罰27萬，若閣再犯，按處閣再加罰18萬。毒駕罰鍰嘛採上懸額，閣按處加罰無上限。相關規劃要拼6月底進前報行政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